速度，我30秒，连续阿爸。你人开车无啊？你不看这有人了？一直都是停这里的、啊。外口遐侪位你唔停，你硬要停去吧？我妈跟你问啊，问讲哦，咱当时要结婚，想无嘛，迄当我较稳定咧。安尼是当时。你无迄个才调啦，来，看人真准。过一个。我问你啦，做水电难怪叫你成师傅，你拍拳是用叫啥？我毋是叫你扭开，我毋是叫你卖后入来。爱闪啊！你无靠。迄跆拳道上骹咧脚，阮上手咧摸，是免那夹啦。你毋是正式的教练，迄正式的做代志较有我济，我搁爱兼司你是机呢。校工。pass。你有啥物想要拍？我当然会晓拍拳，功课我也袂晓写啊。你若甲我共款，我嘛干那拍拳尔。你了拍拳，我嘛毋知我会当做啥。